天气的消息来看，今仔日受到这对流的影响是较会有大阵雨。气象署针对台中到台南地区来发布大雨特报，提醒要注意单雷公甲透风的情形。也那嘉义县六卡乡今仔日累积雨量已经超过90米啊。 基本上像是在苗栗以南地区普遍都是有些降雨的情况出现，特别像是在台中、彰化以及云林跟嘉义这些地方，这些地方的一个雨量上来讲都算是相当的明显，特别像是在嘉义地区已经有些地方的一个雨量上都是超过90毫米以上的哦，所以请你在苗栗以南地区的话，今天都要特别留意一下，就是会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出现。 这气象署是表示讲，即马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苗栗以南的地区普遍是拢有落雨的状况，有一寡所在这雨势是会落较粗。另外，伫菲律宾东南边即马是有热带系统在发展，无排除伫拜四过了会真做是热带性的低气压，甚至是变作风台。也若拜五甲拜六会是即个热带系统上靠近咱台湾的时阵，到时阵东部地区可能会落雨。